第179首，圣诗第179首，阳光归伫圣杯上帝。因为这首圣诗咱作熟的，所以咱直接来唱第20甲第3节。先请思琴对头到尾弹一解。第2节来。有2个所在，请咱小注意一下吼。第2节，阳光归伫，听咱的主，洗咱罪过，无瑕疵吼。佮第3节，头段我家己嘛唱毋对，就是国关阳光无尽无穷吼，毋是无穷无尽吼。好，咱搁来看第195首，我的心是土地。195首这首圣诗咱真熟吼，伊的迄个写这首诗的人，就是即摆双连教会的主任牧师蔡敬德牧师。伫我读大学时代，我拢叫伊正道哥吼。因为伊是伫台南大专神学院毕业了。就伫台湾大专做工作者，足足做8档才离开。写曲的那个玉明姐，正道歌是因生诗所以是夫妇好。咱录音段改了，咱就直接对第2节来唱第2节甲第3节。第2节来。第3首438首，438首，阮离残也好坚持。这首圣诗的歌词较特别，所以我要邀请咱逐位将圣诗摕起来，献到438首。咱先对第1节到第3节读一解吼。安尼，等下咱咧唱的时阵较熟，因为
这首圣诗伊的速度较紧吼，104，所以咱若歌词无写要唱得怪怪安尼吼。好，咱来先看第1节，咱做伙来读吼。阮离田也好经济，无久就会不依。这是对主大困难，雨水时常灌压。冬天落雪坎地上，热天湿气飞扬。古树清风隔一光，甘雨轮得参远吼，毋是甘雨是甘雨吼。好来第2节，万物无伦是远君吼，第2远君毋是远近吼。是对主来生存，路边花草伊装摊，伊互青光那，报头鸿雁顺互伊，鸟食是主养饲，好凤咱是主囝儿，美牛伊会排比。好，第3节。天父远大学乐你，感谢你大慈悲，夜景收割食千英，你赐福拢无停。但愿爱报主恩典，求接纳阮所献，谦卑感恩的心情，是你所爱德行。好，咱请事情对头到尾弹一解。这条咱来唱，第1节、第2节，就是唱全首吼。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今仔练习就练到这，请咱别担心今仔日的礼拜。
请咱大家备万心来敬拜上帝，这是礼拜开始。要称赞主以色列上帝，因为伊有看顾和拯救伊的子民，伊对伊的仆人大卫的家，甲咱设立一位有大气力的拯救者。做伙来吟圣诗179首，179首，荣光归伫圣父上帝，请起立来吟。请咱犹原徛伫三甲额头来祈祷，至圣至权的天父上帝，愿感谢你，愿学罗你，愿欢喜伫圣的主日来朝见你的面，求你的阳光光照阮，互阮充满对你遐来的恩典。愿搁较感谢天父上帝，
你将你的独生圣子耶稣基督降世成做世人，来拯救阮的灵魂。伊定死伫十字架顶，替赎阮的罪过。伊会过我，成做阮的五梦，是阮的瓦靠，互阮有份伫上帝国的内面。伫这信仰团体中，咱大家因为共一个主，伫伊所要起造的国度内面，阮因为信，就成做兄弟姊妹，成做属灵的一家人。这是恩典，也是咱拢属基督的 DNA。所以信，看无家己的信，是上帝国子民的记号。总是因为阮的罪性，直到这俗世价值，带咱行偏离耶稣所启示出来迄条行往活命的道路。阮伫教会内，虽然讲信主，顺谈的却是世界的价值。阮硬心倒退，性命毋愿互信心来更新，所以毋知就对是永远死的路。活倒转来群地主，求主怜悯阮，赦免阮无知的人啊！最近牧师的讲道，用马可福音中间耶稣的譬喻，带咱搁一摆思考上帝国的本质甲内容。恳求圣神甲阮同在，开启阮的目睭，自信仰望耶稣基督，搁一摆伫信仰的基础。就是困读圣经，陪伴用柔软的心，互福音的种子种伫咱的心底，实现耶稣的教导。上大的诫命，就是专心全意听主，搁听厝边亲像家己，互天国显现伫教会，互世界通过阮，担着天国的滋味。阮要为着身体欠安的主内兄弟姊妹来祈祷，恳求天父上帝伊的大灵临到因，互因通快快恢复因的元气。顶礼拜，咱为着敬虔的王牧师娘举行的告别式，虽然毋甘伊会离开阮，阮想念伊对回忆的疼，这就是互咱担着天国的滋味。阮相信。伊无过痛疼，是伫个阳光的天国，是甲红牧师做伙享受安乐。阮也要为国家安全来向天父来祈祷。伫中国不断扰乱威胁阮的时，互阮的心若坚定，互为着国家真正的决心，也为着不断变种的病毒流行影响全世界，造成失实。只有恳求天父，你伸手热查保护万民，通互世界恢复处事甲平安。即时风台来影响台湾，也恳求天父上帝看顾保守，互阮无恶担当的事。阮也要为着教会牧师团队来祈祷。即时伫永文牧师伫咧德国参加 WCC 的会议，互一切行程平安顺遂。黄牧师、林牧师、赵牧师、朴牧师，也为着教会调磨尽忠，求主赐福。阮也要为着伫个山边、海边、伫逐所在回应呼召、牧养羊群的牧者，献上阮的祈祷。求主纪念因手所做的工，纪念因甲因的家庭所献上的一切，拢通得到你的欢喜甲接纳。阮的祈祷无完全，所以阮要用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安尼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是，你的国度来到，你的旨意行，等于亲如天。阮的日息也你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赦免过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这是咱来献开信息后面，
客英文55篇，客英文55篇，这是出自马太福音第6章，咱做伙来客应。唔通为着恁的性命要食什么，要啉什么的操烦。性命敢毋是比食面较重要？你看，空中的飞鸟，因无种作，无收成，嘛无囤积粮食伫仓库。你敢无比因较贵重？你若着因为要穿什么操烦？不过，我甲恁讲，连所罗门上荣华的时，山野的花草，今仔日在活，明仔载互人刻到火炉。伊敢袂搁较甲恁糟蹋？所以，恁毋免操烦讲，阮要食什么？遐个拢是外邦人在追求的。就先追求伊的主权，甲伊的旨意实现。所以，毋通为着明仔载操烦。一日的艰苦，一日长。这是来吟信息195首，195首。我的心是土地，请起立来吟。请坐。做伙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上帝，阮知人的话，毋若是我靠饼，是我靠你的嘴说出朗诵的话。阮即时要谦卑就问你的话语，听从你的教示。恳求你，互凡那来到你的面前，专心追求你的人，互伊找到就拄着，拍门就甲伊开。
通得到你所想事丰丰富富的恩典，无人会通抢夺的份业。也恳求圣神进入阮的心中，拍开阮心灵的耳孔，甲心灵的目睭，互阮会听见你的声音，看见你的拯救。奉阮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做伙来共读圣经。今仔日的经文是记载伫马可福音第4章第1节到20节。马可福音第4章第1节到20节，这是上帝话，请咱注意看，听我来读。第4章第1节，耶稣搁一遍伫加利利湖边在教示人，有一大群人聚集我来伊遐，伊煞着去坐伫船顶，船伫湖呢。规大群人伫岸顶，耶稣用譬如教示因真侪项事。伊教示因的是，甲因讲，着注意听。有一个野种子的人出去野种子，伊野的时，有个种子落伫路边，鸟仔飞来，家己食了了；有个落伫石头地。土少的所在，因为土无深，真紧就腐芽，日头一日出，甲因拍着，因为无根就打去。有的落伫刺皮内，刺仔大长起来，甲伊合死，就无结实；有的落伫好土地，就发芽、成长、结实。有的结30倍，有的60倍，有的100倍。耶稣讲，有耳孔通听的人就听。耶稣家己一个时，伫伊周围的人，甲12使徒来问伊遐个譬喻的意思。耶稣就甲因讲，上帝国的奥秘已经有互恁，毋过对外人，逐项拢是用譬喻。要互因看搁看，嘛看无；听搁听，嘛无了解。若毋是安尼，因会回心转意，上帝就甲因赦免。耶稣搁问因讲：这个譬喻，你袂了解是无？安尼，你哪会明白其他所有的譬喻？野种子的是野上帝的信息。野伫路边的，是指人听着信息，撒旦随时来，甲野伫因心内的信息抢去。相反，野伫石头地的，是指人听着信息，随时欢喜接受。不过，伫因的心内定根无深，挡袂久。一个为着信息拄着患难，还是迫害，随时放散。也伫刺皮内的，是指人听到信息了后，因为生活的挂虑、钱财的迷惑，甲其他逐款的需要入去心内，甲所听到的信息合死，煞袂结实。遐个也伫好土地的，是指人听到信息，欢喜接受就结实，有的30倍。有的60倍，有的100倍。圣经读到这，愿上帝赐福，互听通伊的话的人。下面会请24班来献诗，带咱来敬拜。因要唱的诗歌是《着大声求》。
请黄尊新牧师讲道，题目是亚境的譬如。弟兄姐妹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每一位三个弟弟。多谢阿萨诗班所带来这首献诗，着大声求伊的国。咱伫世间，咱有一个真要紧的使命，就是来行主的国，来跑走天路。伫初代教会一开始起做的时阵，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因为耶稣基督死了后上天，搁啊上天，其实经过差不多短30年，教会就受到罗马帝国迄当时的这个迫害。因为迄当时罗马帝国开始这个皇帝的崇拜，所以马可福音的作者，这个信仰团体，因咧将过去伫耶稣伫因的中间的代志，甲写落来。所以大概马可福音，伊是第一本写成的福音书，也是耶稣基督死国活了后的35年间所出现的。大概也是伫主后65年以前来完成。所以咱咧读这本册的时阵，咱就爱去感受到迄当时有这个背后有罗马帝国迫害的处境。这本册写出来，主要也是要来提醒迄当时军队耶稣基督的人，因爱明白耶稣基督认捌伊，甚至愿意为着伊的性命来这个信仰来牺牲。马可福音伫这大迫害的背景写成，所以伊写作的文字也较简要，嘛较有行动这款的描写，真迫切的描写。除了这个迫切以外，有一个圣经学者 James Edwards， 伊发现讲马可福音的作者，伊有一个真特殊的写作的结构，伊甲称作 McKenzie-Rich， 对三明治结构。这个三明治结构伫马可福音的内面有9段，是安尼来写作的。这款的写作，这款的结构，是互迄当时的信徒因真容易安怎来记伫因的头壳内面。咱来知影讲，原本的圣经是无有分几章几节，有几章几节，迄是到伫13世纪才有。13世纪开始有章，迄当时阁无节。伫这个1440年的时阵，希伯来圣经才开始有分几章几节。新约爱到伫1551年的时阵，才普遍有这个分几章几节。所以马可福音的这个 sandwich， 这个三明治的结构，迄对伫初代的信徒因咧读的时阵，因会通一段一段会通记牢的，这对因来讲是一个真大的这个帮助。因为咱爱知影讲，今仔日咱印册是真方便。但是耶稣迄个时代是用手的抄，无方便，所以差不多一页内底会通写到一段这款的三明治结构，这对因来讲就是一个信仰上的教育的这个帮助。那亲像咱顶礼拜，永文牧师伊会讲3章20节到35节，迄段嘛是一个sandwich 这款的结构。前后会讲到家人迄个家人，中午甲参杂，这个讲到这个经学教师诬赖耶稣是靠鬼王的赶鬼，迄个重点是咧描写耶稣甲邪恶的势力的对抗。咱今仔日所读到第4章第1节到20节，这是第2个三明治，前后拢是咧讲亚境的披露。中午插入去会解说这个披露的目的，所以咱今仔日就来看这个三明治内底到底讲啥物。首先，咱来看的是第1节甲第9节。第1节甲第9节，咱咧一开始会讲起，讲耶稣搁一摆这个国，伫现代中文译本是甲翻译讲耶稣又在加利利。这个又也是讲国，希腊文叫做帕林，
拍恁的意思就是讲马上接落去，again， 搁一摆。所以这就是展现出马可福音写作的特色。伊咧强调迄个时间真迫切，这个迫切，互耶稣搁一摆来到伫迄个所在，伫遐来传讲信息。这个国，这个字，那亲像搁将第3章第7节到12节，耶稣伫加利利河边，伫遐讲道呼召门徒，迄个时间又做定。所以马可福音的作者，互咱感受到。耶稣的服侍是安怎？咱讲马不停蹄啦，伊线接拢无休困的时间，伫遐来服侍。确实，耶稣基督伊伫短3年半的时间，耶稣将上帝国的福音遍传伫犹太省、加利利的地区，甚至北边叙利亚的所在，耶稣的脚拢行到。今仔日这描写讲。加利利河伫这个中间，耶稣伫遐来宣讲。加利利河有当时嘛，互人称作加利利海，是河也是海，因为是非常大，所以互人称作海。这个大小偌大，约台北市的3/5啦。所以你也看这个加利利河有大无？非常的大。这个河嘛有一个特色。是低于海平面213公尺，所以是一个全世界上低的这个淡水湖，非常的大。看你大的加利利河，耶稣这时阵应该是河的北岸加百隆的所在。耶稣伫加百隆的所在，伫遐继续的宣讲上帝国的信息。圣经描写讲有一群人。非常委屈来到伫耶稣的面头前。迄若根据路加福音的描写，是讲群众对逐个城拢来到伫这个所在来见耶稣。路加福音12章第1节，可以讲起，伊甲形容讲成千上万的人拥挤在一起，甚至彼此践踏。这当然是路加福音伊的描写。会看到迄当时非常侪人伫遐来围困，比较头前所描写的，真侪人来找耶稣，是望耶稣甲因医治，伫迄中间耶稣来赶鬼。但是这段经文内底描写已经无共款啦，描写附近庄舍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头前，是要来听耶稣传讲上帝国的信息。根据第2节的描写，耶稣就用譬如来教示因真侪项代志。所以咱看到耶稣伫遐宣讲，毋是干那讲这个譬如，是讲真侪，总是伫迄个讲道的中间，互人印象真深的，就是这个夜经济的这个故事。第3节咧讲。恁着注意听，这个注意听，accord， 这个字就是安怎？爱去尊重，爱去注意。这个希腊文甲希伯来文，迄个这个 shama 是同款的这个意思。耶稣后来一讲到新的诫命的时阵，就是引用《申命记》第6章第40到第50节的记载。迄段经文讲，以色列，你着听，所以你着听这个语言，其实是这来出现。耶稣是咧甲因提醒，恁着听，这个恁着听什么？这个意思的这个开头，犹太人是将这《申命记》第6章的这个经文，甲称作听命颂，就是爱听爱背的意思。因伫这个安息日的时阵，因会背这段经文。以色列啦，你着听，你的上帝是唯一的上帝，你着爱真心、真心、真意、真力听主你的上帝。这就是以色列人早暗拢爱背安息日爱读的。为什么爱安尼？因为通过安尼提醒，每一天拢是咧做
你要悔改，你逐日的悔改目的，就是要为着听上帝的话。今仔日有做了无好势、有差错的，你就爱安怎校正，通过上帝的话来听、来顺服。所以耶稣伫譬如的开始嘛，安尼讲，你就爱注意来听。最后第9节内底讲起，有耳孔的就听，有耳孔的就听。所以一开始这个譬如一开始是讲你就听，后壁讲有耳孔的你就听。所以这个重点拢是伫听的顶头。但是咱个想看卖，听了后咧，听有的人会误解，听有的人是会当了解。误解甲了解是差真多。当初时的经学教师、法利赛派的人，因拢真够背这段经文，但是唔敢若背，因阁增加真多的解说。咱讲很多的框架，放伫百姓的身躯顶，因所听到的，甲耶稣所讲的，非常的无共款。所以耶稣伫遮就用一个譬如来解说这个情形。伫遮咱看到耶稣会讲夜景的譬如，咱首先来了解当初时这个做事人因咧耕作的时阵的状况。因的地通常大多数是旱地，甲咱台湾一般所看到的水田无共款。咱的水田是田花弄好悬悬中有水，互水无流出去，安尼来种稻啊。但是巴勒斯坦迄个所在，大多数因的地是旱地，即款的这个旱地通常是有真多这个细粒石头大粒石头钉伫内面。这个土地内底有土有石。若是顶头的石头较少，迄就算袂歹的地。所以因是种伫即款土甲石头混杂的这个土地顶头。马太福音甲路加福音的作者，伊就直接在讲夜景记伫石头顶，所以咱会通看到，因迄当时耕作的土地大多数是即款的土地。而且讲有夜伫路边的。也伫路边的，通常是咧指人时常会行的所在、吞塔的所在。也伫这个顶头，真明显，鸟仔来会食了了。也伫浅的土地，种子是无法度生根生落去，特别是落伫遮的石头顶。当初时的人嘛，真少的有这个杂草。直接讲到刺皮，其实是迄当时即种地时常会看到迄个刺仔草。即款刺仔草的根非常的幼，生了真长，所以你若将这个刺仔草甲扭起来，检查会伤到其他的麦仔的根。所以平常时的做法，就是咧收割的时阵，甲将收割了后，将这杂草做成农火，甲放火烧。伫譬如内面有讲到4种的土地，其实是共一个农地内底有这4种混合的这个情形。夜景的人，伊袂雕故意夜伫路边，伊嘛袂雕故意落伫夜伫这个石头地，也是这个刺皮的地内底。如果你是夜景的人，我想你袂雕故意夜伫迄款的土地，咱拢会想讲要夜伫好土地，但是问题来啊，这个农地是混杂土甲石头，你也要将这个石头完全拢刷除，安尼夜景都唔知影要到当时才会当夜，因为等你捡好了后，迄唔知过偌久啊。通常因咧夜景的时阵，因袂特别去将迄个细粒石头甲捡出来，因就是安怎压落去，有的种子卡伫石头顶，有的种子落伫
这个刺皮的中间，有诶是压伫路边，也是好诶土地。因为迄个地就是安尼，四种情形拢有，所以你袂当因为即款有石头诶所在，你就借口讲石头伤济，我无要野种。你嘛袂通有借口讲这刺皮伤高，我就无爱野，也是讲路边有人咧行，所以我就无爱种。这个农地四种情形拢有，但是你该想看卖，你野种子的时阵，有1/4的机会会当野伫好的土地。那野伫好的土地，伊就会当收成30倍、60倍、100倍。马太福音的写作的方式拄好倒饼，伊讲100倍、60倍、30倍。莫讲30倍啦，敢若收成10倍，你就会通安怎？比较你野出去3/4浪费去，搁较好。所以意思是讲，莫因为有拄着石头，你就无爱野种；莫因为有这个刺皮，你就放弃。搁唔通因为有人伫遐吞塔，你就安怎无野种子？咱个想看卖伫咱的生命的中间，咱敢会拄着亲像石头，还是刺皮的甜盘，甚至受人吞塔？检查咱的生命的中间，就哪亲像这4种情形拢有。但是当咱勇敢去付出的时阵，耶稣会讲，咱若去付出，咱去做的时阵，就会当收成几啊10倍。这拄拄是上帝国真奥妙的所在。上帝国的信心，若也伫咱会通吸收好的土地的时阵，往往迄个成果是超过人所求所想的。煞者，咱来看第10节甲12节，这个 sandwich 中央上中央的所在，咱讲中间最有料，迄个有料是啥物所在？会解说这个披露。但是当咱咧看的时阵，咱检查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一开始就无爱讲互清楚、讲互明白，反倒当要用这个披露？其实披露本身就是一种高度有智慧，就是要互人一听到会通明白。有诶爱经过解说，互人更较清楚；有诶，互人会通一摆搁一摆伫遐搁想，犹原无明白伊其中的意义。其圣经内底一讲到披露，嘛有真侪所在。上出名一个披露，就是先知拿单去甲大卫讲一个披露。拿单甲大卫安尼讲，大卫迄当时是做王。先知拿单甲讲，某一个城有2个人，一个好野人，一个善车人。迄个好野人，伊家己有真侪牛群、羊群；迄个善车人只有一只羊仔囝，是伊买来饲的。伊照顾这个羊仔囝，盼望这个羊仔囝甲家己的查某囝做阵大汉，将来会通安怎啉这个这个羊仔囝含羊仔囝会通做阵含伊的查某囝做伴，会通困。所以伊将这个羊仔囝当作是家己的查某囝共款。总是有一天，迄个好野人来到伫这个人的厝内做人客，伊看到伊这只羊非常的高水，伊安怎？伊伫遐将这个善车人的羊甲揢来抬掉，请好野人家己的人客。这个故事讲了后，大卫听了非常生气。伊讲：我对上帝上抓，做这款代志的人应该就好死。伊做出遐尼残忍的代志，伊爱赔偿伊所抢夺的4倍。大卫听到这个披露的时阵，阁三无到底要讲多一个好野人。经过拿单指出，
哪当甲讲，你家己有遐尼济即个嫔妃，遐尼济某，但是搁安怎，搁去去占人乌利亚的某，所以大伯王一听到，搁想，伊伫遐原本唔知影即个意思，所以讲我清楚的时阵，伊就安怎啊？原来迄个好野人就是我。所以经文内底会甲咱讲起，当人若听无，若是听有回心转意，上帝就赦免因。所以大伯王是听到先知的解说的时阵，咱看到大伯敢有见笑转上去？无，反倒转伊是回心转意悔改，最后上帝就赦免伊。所以这就那亲像经文内面所描写的，因若听到，因若回心转意，上帝就赦免因。耶稣引用以赛亚书第6章第9节到第10节，讲因听搁听是无明白，看搁看是无了解。因若回心转意归向我，就要得到医治。先知会安尼讲，是因为先知以赛亚伊传道的时间。迄个时是犹大以色列两个国政治甲经济真富裕发达的时代。不过，这款富裕发达的时代，却是安怎？好野善差足济，阶级差足济。当初时的以色列民族根本无将先知以赛亚的话当作话，虽讲先知一再伫遐呼吁百姓爱悔改，但是人民一句话拢听袂入去。现在耶稣就是引用先知以赛亚的话，会甲众人讲：恁有耳孔的就听，因为上帝伫时代的声音是爱人回心转意来悔改。如果人来当悔改，上帝就要来赦免因。上帝国的奥妙，就是伫人愿意悔改、回心转意的时阵。迄个福音的种子，就栽种伫人的心内面。你的心若是认罪悔改，迄个心叫做好的土地。这款好的土地，回心转变，接受上帝国的信息，这个人伊的性命要领受是百倍的祝福。煞接咱来看这个三明治上帝下底迄站。搁转来到伫亚境的披露，伫这个13节到20节，这段经文，一向伫圣经研究的中间有一寡争论。为什么有一寡争论？通常学者会指出，耶稣讲的披露是爱人搁较明白上帝国的信息。安尼伊当时会讲这个披露，在听的人应该听了真理解。其实譬如是免解说，因为听有的人伊就听有，但是现主是有人无了解，所以圣经学家有咧讲起，这是后来伫这个主后60年大迫害的时间内面，因咧解说迄当时耶稣的所讲的这个披露。因为耶稣一讲的时代，已经甲写作的时代已经前差30几年后啊。这段的时间内面，初代教会面对大迫害的处境，听众已经改换一个世代啊。因为过去军队耶稣的人，一个拢离开啊。新的世代的人，因要安怎来了解？所以伫迄个中间，才有人会去问起，到底这个披露会讲什么？所以有圣经学家会指出，这段披露是马可这个信仰团体的传统。因伫大迫害的内面，因需要真具体甲信徒讲，恁爱去反省家己的信仰。恁的信仰是撒旦也伫恁的心，将恁心内迄个信息抢走。也是恁拄着患难迫害的时阵，恁就放弃这个信仰。
也是恁本身有侪侪欲望来的时阵，递到读爱这个信息伫你的内面。你家己本身的，你敢仰望伫大迫害的处境的下底，将家己悔改认罪清气，互家己的心亲像好的土地来承受上帝国的信心。所以，这就是第三段的解说亚正披露一个真要紧，爱咱做一个选择的时阵。今仔日这个 sandwich， 这个三明治到底要养起咱什么款心灵的美灵？我想有3点会通做阵来学习。第一点，要提醒咱，就要较无主的道栽种伫咱的心内面。伫这个一开始一讲起，听耶稣讲，恁着注意听，也是希伯来文咧讲起的什么？这重要的主题，你敢有想过？一般人听了后，偌久会袂记的？我想袂记的是真紧。这嘛是为什么马可的作者伊要用这个 sandwich 这种写作的结构来描写？特别马可福音内底有9段是用这款的描写。顶礼拜咱咧读到的是家人，前后拢是家人，中央藏什么？藏经学教师会指耶稣是靠鬼王赶鬼。今仔日咧，咱看到是前后拢是亚正的披露，中央是咧藏解说披露的目的。所以，迄当时的信徒会通将即款的 sandwich 记条条，因为迄当时无法度有几本册，检采逐个人都记一寡相关的教导，会通记条伫你的心内。因为一般人听到真紧都袂记的。德国有一个心理学家叫做Hermann Ebbinghaus。伊是第一个描写迄个学习曲线的人，伊嘛开创这个记忆的实验，伊有发现一个伊称作遗忘曲线。这个遗忘曲线，伊提出了后，互伊真出名。伊所提出迄个遗忘曲线就是袂记的。伊讲60外岁甲20几岁的人的记忆力，其实是差不多的。伫伊的实验内底，伊互足多来参加实验的人去背一寡词，然后最后会记的，就是讲记了后、读了后马上袂记。伊得到即款的结论。根据伊的实验，人读了后、听了后，差不多20分钟，袂记得安怎42%。伊讲1点钟后，你搁甲问，忘记了56%。一天结束啊，袂记偌济74%。一礼拜了后，袂记得77%。伊的研究内底讲，1个月后袂记得79%，平均啦。所以伊认为，会通记掉10几分钟、1点钟后、1天后，需要安怎？趁着你还袂记的时阵，搁摕出来看、摕出来读，不断复习。即款的复习会通有效率，帮助你的记忆。当然，咱今仔日的教育中间，有当时会甲咱安怎不断提醒，搁来考试等等遮的。咱教会有个小组，在聚会的时阵，伊是用周报内面迄个讲道的大纲甲题目的讨论，特别龙心小组就是安尼。我捌听龙心小组的兄弟讲起，
原本安怎？迄个听讲道了后，过来聚会的时阵，周间咧聚会的时阵，搁伫遐重复一遍，伫遐搁讨论一遍。哇，迄个记忆非常的深刻。这是一种学习的一个过程。咱要安怎较无主的道栽进咱的心内面？这是需要不断伫遐有一个较无的心。其实咱对伫无需要的代志，也是讲家己无在意的代志，咱原本就袂去加想，袂去甲记。我会记过去伫手机还袂发达的时代，我会通记过来的人的电话号码拢无问题。但是现在咧，我根本无想要去记这个电话号码。有一天，我的囡仔伊咧写一个资料，伊就问我讲：爸爸，我的电话几号？我讲我太知，我都无会记，我就摕手机出来讲你的电话哦，遮，伊家己无要记电话，因为伊认为迄部手机要卡，就看名就拍出去。咱通常对伫无要紧的代志，咱袂伫遐记。但是过去手机无方便的时阵，你拢会记条条。咱会记是因为咱有刻木这个数字放伫咱的心内面，迄已经成做咱内在的一部分。咱较有强烈的记忆。经文内底讲到，恁着注意听。这个注意听，毋是甲背起来的意思。这个注意听是爱写伫你的心房内底，心版。所以马可福音对这群对耶稣基督的人，因安怎将耶稣的话记伫因的心内面？耶稣嘛对群对伊的人讲：我的羊听我的声，我认得因，因也对我。这是约翰福音第10章27节。耶稣会甲咱讲，伊的羊会通承接永远话，是因为这羊属于伊，这羊认得伊的声音。决定什么人是真正跟对耶稣基督的人，是在伫因敢有听这个道成肉体的耶稣的声，并且跟对伊的引带。所以，咱若成做一个真刻薄耶稣基督的话的人，咱就伫伊的内面，伫大迫害的下面来理解这个第4章13节到20节的中央。咱通过大迫害的处境来理解的时阵，咱到底要来选择，将咱的心是当作是一个会通接受福音正旨的人，也是伫遐大迫害、拄着困难的时阵，咱就来放弃。到底咱是要做哪一种的人？伫大迫害中间，有亲像拄着魔鬼撒旦，亲像飞鸟来将咱心内的迄个福音的真理，甲食了了，也是亲像倚伫路边，伫迄个中间，伫遐无法度定军的人，受着这个世间各种的引诱来放弃。咱到底要成做什么款的一种的土地？这是解说的时阵，大迫害的中间，伫迄个中间，互咱读到对咱的挑战。面对咱的信仰上的挑战，咱就要时刻伫遐来反省。那亲像这段的这个经文中间，你到底要成做什么款的土地？另外一方面嘛，要提醒咱要瞄准30倍、60倍、100倍，用这款的成就来论一个人，也是教会的成败。有真侪灵恩派的牧者也是教会，因会伫遐讲吼，你着安怎奉献，爱奉献愈济，
你就安怎会当有30倍、60倍、100倍的修行。但是这解将这个圣经解说唔对去。耶稣敢是咧讲奉献？唔是。耶稣伫遐讲福音的道，福音的道要用钱来换做钱，这是非常袂通的啦。耶稣唔是甲这个亚种的人讲，你安怎？你会当得到30倍、60倍、100倍的钱，唔是。千万莫抓准是亚迄个金钱的经济，唔是。耶稣咧讲的是上帝国的经济，所以咱应该渴慕的是上帝国的道，唔是钱。所以一只30倍、60倍、100倍，唔是咧讲钱偌济、人数偌济，唔是。乃是咱的心渴慕上帝话，是30倍、60倍，还是100倍？你渴慕上帝的话，这款的成长甲对。咱有当时对伫耶稣所耶的经济爱记的，这叫福音的经济、福音的道。迄个道，毋是看到数字增加。毋是这间教会有30倍、60倍、100倍的成长，毋是，是咱的心渴慕上帝的话，愈来愈渴慕上帝话伫我的内面30倍，上帝话伫我的内面60倍、100倍，这款的成长。第二项要紧的假事是要互咱知影，信用伫迄个爱伫迄个挣扎还是患难的中间来得胜。耶稣基督伫遮吩咐伊的门徒甲军队者爱注意听，有耳孔的就爱听，听上帝国的信息，来顺探上帝的引带。伫迄个经济要成长的过程中间，检测会拄着撒旦，检测会拄着吞塌，造成咱心灵的这个伤害，也是引诱。这是咱今日所拄着一种的外在，也是讲咱内在迄款的挣扎。咱今日所徛起是一个动乱、无安定的世界，无论是政治、经济、气候、环境等等遮的，一定有其他的引诱，引诱咱离开上帝的这个声音。咱也时常经验到，要行上帝国的道路，实在无简单，行起来也非常的辛苦，需要咱投入更较多的气力、信心。咱的信仰毋是一种放烟火，放了就结束啊，嘛毋是洗礼了后一切就完成啊，毋是安尼。咱拢爱有批判心，接受各种信仰的挑战。爱记的上好的装备，就是对上帝话语的渴慕，渴慕上帝的话踮伫咱的心内。所以诗篇甲咱讲，耶稣迄个上帝讲，我将上帝话讲，我将你的话藏伫我的心内面。诗人伫遐表达，伊将上帝话藏伫伊的心内面，互伊无至到得罪上帝。所以咱要有一个渴慕的心，迄个信仰，才会当拍好的这个根基。今仔日风台天，咱俗语话安尼讲树头徛好栽，毋惊树尾做风台。信仰的根基若愈深，咱就毋惊所拄着的风影。第三项要提醒咱爱勇敢去付出。才会通得到100倍的祝福。原来一开始，这个譬如，若用做事人的经验来了解，毋通因为有石头你就无爱野种，毋通因为有气魄你就无要野种，嘛毋通因为有人行过吞塌，你感觉讲野种浪费去。伫咱的生命内面，
咱会拄着艰难困苦的这个石头阵的，嘛有颠簸咱的气魄，甚至受到外在的吞噬。但是咱拢爱勇敢去付出。耶稣讲，咱若勇敢去付出，你野种子野出去，可能3/4浪费，但是爱记的，敢若10倍就赚回来啊！这就是上帝国真奥妙的所在。上帝国的信息，若是咱有一个悔改的心，迄个土地就会通安怎接受上帝的道栽种伫咱的内面。迄所挖出来、所长成的，是30倍、60倍、100倍。咱袂通因为这个地是混杂土甲石头的地，咱就有借口讲我无要野这个经济。反倒转，咱应该去努力去做，做咱会通做，做咱应该做。使徒保罗伫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60甲第70安尼讲，讲我栽种，阿波罗灌压，互伊生长的是上帝，栽种甲灌压的拢无算啥物，一切拢在伫互伊生长的上帝。今仔日同款，咱无论是有的人做栽种的工，有的人做灌压的工。如果你的心备办好，迄个上帝道的种子栽种伫你的内面，上帝道理就活泼，互你的心内有30倍、60倍、100倍对上帝话语的渴望甲修成。愿上帝话真做咱的帮助，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今仔日无论伫线顶，也是伫教会。阮做阵来领受你的话语，学习你对阮所传讲的这个圣经的信息，成做阮的反省甲帮助。求圣神也继续施恩引带阮正大家。阮的祈祷恳求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做伙来念信息回应上帝话，信息438首，438首，咱来参耶土经济，请今日来念。
是公道的时间，咱们为下面的事项来祈祷。下一项是为着中职会甲小会召开甲互会改选的规划。第二项为着圣经学校秋季班的开课甲学习。第三，为着各级学校的开课的方式甲学生的学习。请咱大家做伙出声，同心来祈祷。这时，请苏县长刘益成执事带领咱做结束的祈祷。慈悲疼痛的爸上帝，感谢你把应允愿，当阮求告你的时阵，你要应允。亲爱天父上帝，感谢你亲自呼召这咱教会长老甲执事来推动完成各项事工。今日我们召开中智会甲小会三甲参详讨论，恳求圣神赏赐中智谦卑的心。互因有智慧，交计划教会的事工，互教会事工甲学会改选，拢行伫主你所欢喜的道路顶面，通荣光主的名。创造历史甲世界的主，阮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你的救赎，做阮信仰甲生活准则。教会通过圣经学校侪课程，互会友装备好势，通做各项好事。恳求圣神定伫因中间，赏赐气力，互因会当学习伫万百姓中做见证，祈祷主落来，互人得到智慧甲启示的爸。恳求你伫青少年甲世界的生命中间验证，启示你的智慧甲能力，互因敬畏你，体会你是智慧的根本，保守因伫开学了后会当有好的学习。求主你伫疫情中间，成做因的石盘甲避难所；伫疫情变化中间，会当有主你所赏赐的平安。阮的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阿门。这时来奉献。请大家起立，来吟奉献诗，做咱奉献的祈祷。
请坐。请咱先开周报通知事项。9月份的特约长老是朱大庆长老。头一项，第永文牧师率团参加 WCC， 是伫个8月31到9月初8，伫个德国来召开第11届的大会。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派弟兄牧师担任这届的团长。伊本身也是即个会的中央委员，任期是到即届为止。且为也代表团甲世界普世教会的事工来带导。第二项，圣经学校秋季班的报名，嘛是伫个今日开始上课，欢迎大家踊跃来参加，也为着圣经学校带导甲奉献。第三项，神学系的开课。神学系伫个咱教会有开2节课，一个是伫个拜二暗时，邱凯丽老师；第二个是伫个拜5暗时，陈宽义老师，是伫个咱教会开课，所以咱教会的会友会当旁听免费，这是足划得来的一个课程。咱希望会当尽量来参加拜2还是拜5的时间，会当来参加这个课程。团契消息方面，第4项，妇女团契伫个即礼拜2要聚会，内容是诗篇的导读48篇。煞只伫个下晡要召开同工会，请同工留步。商业团契即礼拜5要暂停一届。开会消息方面，本主日煞只要召开中执会甲小会，请中执踊跃参加。教界消息方面，第2项有一个服侍者的心灵保养，时间是伫个9月24拜6早起时9点到12点，是伫个本教会小礼拜堂来举行。欢迎服侍者会当伫个教会服侍者拢会当来参加。第4项，职场的影响力，这个是伫中会职场部来办理，时间是伫个10月初1拜6早起，是伫个大安教会来举行。对象是牧长、中职、社青的辅导，也是伫个职场的基督徒，希望大家会当踊跃来参加。近期的事工，下礼拜的事项，郑州的奉献甲出席，请咱家己看。这是请牧师来补充报告甲请安。今仔日无喂。咱今仔日无新的来宾吼，咱伫风台的中间，也请咱吼爱家己细意来注意吼。这个风台到较下晡才会离开台湾吼，所以咱出入的时阵爱家己较细意。这是也咱甲咱的兄弟姊妹彼此请安，愿上帝施恩，甲咱每一位三弟弟。这回内吟圣诗388首，演讲归圣父上帝。吟诗煞，请黄春生牧师教导，请起立来吟。
愿上帝平安搬过一切人所想会到的，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正大家三个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密道避讳。若有需要带动的兄弟，请到后壁的交易厅，何牧师甲同工为恁来祈祷。各位兄弟，因为外口的雨来，咱若要去到交易厅，咱会当为头前的门，直接会当到后壁交易厅。